胎嘎后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居家照护常常会用到跟陪同就医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阿爸，按做唔识做嘛？你说去按做，我识做嘞。时间过寒假，又过1个月嘞，我今必要来带你去医院回诊，留拿药的。系啊，时间过冻结，唔到底又过1个月嘞。早晨天时又较冷，唔可以多做加凉衫，帽嘅猫可以戴起来，则唔可以寒到。好，我会做我套戴帽的。你还记得去医院看先生要带乜嘅东西冇？记得要带身份证、健保卡、回诊单、钱。错，唔记得送俾我老人整理嘅几只台嘅冇？记得用到躺下作蛋糕。回诊要带嘅身份证、健保卡、回诊单、钱全部用啲推度。等下你要记得老先生讲也身体有乜嘅变化。也是有那位无松爽。好，也上面是有个维米米池子香水膜，唔知做嘛会按用。你做啲请先生老人检查，也是请先生调整药的。哦，我会老先生讲我嘅身体嘅状况。阿伯，你对堂下坐一下，我打电话向机场查。机场查来咧，准备出发咯。好，俺就准备出发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4线腔调。照服员告知个案，今日要陪同就医，会说：今天要带您去医院回诊与拿药。今晡日要带你去医院回诊，留拿药的。今晡日要带你去医院回诊。老拿药的，提醒个案去医院看诊时要带齐所需物品。我们会说，回诊时要带身份证、健保卡、回诊单、钱。回诊时要带身份证、健保卡、回诊单、钱。回诊时要带身份证、健保卡、回诊单、钱。照服员提醒个案，看诊时要记得跟医师表达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会说：要记得跟医生说您的身体有哪些变化，或是哪里不舒服。要记得老先生讲，你的身体有乜嘅变化，也是有哪位无松爽。要记得老先生讲，你的身体有乜嘅变化。也是有那位无松爽。照服员提醒，跟医师说明身体状况，请医师检查或是调整药物，会说：请医师帮您检查，或是请医师调整药物。请先生老你检查，也是请先生调整药的。请先生老你检查，也是请先生调整药的。告知个案要搭计程车前往，此时会说：我打电话叫计程车，我打电话向机上查，我打电话向机上查。接着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照服员告知个案，今日要陪同就医，会说：今天要带您去医院回诊与拿药。今晡日要带你去医院回诊，留拿药的。今晡日要带你去医院回诊，留拿药的。提醒个案去医院看诊时要带齐所需物品。我们会说，回诊时要带身份证、健保卡、回诊单、钱。回诊时要带身份证、健保卡、回诊单、钱。回诊时要带身份证、健保卡、回诊单、钱。照服员提醒个案，看诊时要记得跟医师表达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会说：要记得跟医生说您的身体
有哪些变化，或是哪里不舒服。会记得老先生讲，你的身体有乜嘅变化，也是有哪位冇爽爽。会记得老先生讲，你的身体有乜嘅变化，也是有哪位冇爽爽。照服员提醒，跟医师说明身体状况，请医师检查或是调整药物，会说，请医师帮您检查，或是请医师调整药物。请线上让你检查，也是请线上调整药物。请线上让你检查，也是请线上调整药物。告知个案要搭计程车前往，此时会说：“我打电话叫计程车。”挨打天法hem给桑差，挨打天法hem给桑差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记得多看几遍，认真练习哦。